歡迎光臨斯文茶餐廳。靚仔想食啲咩啊？我要凍檸茶走茶、西多士加葱同埋蝦仁炒蛋多牛肉啊！嚇！歡迎收聽斯文茶餐廳，我係 Chilton。我係 J 頭文。上一集我哋講咗感情裏邊底線嘅問題，裏邊提到兩出電影，一出係由鄧麗欣 Stephy 主演嘅內衣少女，另一出係由任達華同埋阿 sa 蔡卓妍主演嘅初記。初記呢出電影係講一個關於性工作者嘅故事。聽講 J 頭問你今次有個非常之 juicy 關於性工作者嘅故事分享俾我哋喎。係啊，呢個係我身邊發生嘅真實故事，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哇，真係好期待啊！真實嘅，咁其實係咪你嘅朋友嗰類嘅故事啊？冇咁近嘅，再遠啲啦。咁裏邊有邊幾個主人翁呢？我哋不如俾個名個幾個主人翁啦。咁女主角就叫 A 小姐，男主角就叫 B 先生。咁裏邊嗰個性工作者呢？咁我哋叫佢 C 小姐啦。好 A、B、C。係啊，比較容易記啲。咁跟住A 小姐係邊度人嚟㗎？ A 小姐咧好細個就移民咗嚟紐西蘭㗎啦，咁一直喺呢度長大。佢品性咧就好單純嘅一個女仔嚟嘅。品性單純，即係容易俾人呃啦。同埋佢一直冇拍過拖。咁 B 先生係邊度人啊？ B 先生咧就啱啱移民咗嚟紐西蘭冇幾耐，佢係一個東北人嚟嘅。哦，東北大漢子啊！ B 先生咧就冇居留權嘅，啱啱識阿 A 小姐嗰陣時。即係言下之意，即係而家 B 先生係有紐西蘭嘅合法居留權啦。咁呢個故事我要慢慢同大家去詳細講一講。好，洗耳恭聽。咁話說咧，嗰陣時 A 小姐咧差唔多30歲都未有初戀喎，咁佢屋企人就開始擔心佢啦。咁佢阿媽咧就咁啱識到有一個可能遠房親戚啦，咁個侄仔就仲係單身嘅，就啱啱過嚟依度嘅，咁嗰個就係 B 先生啦，咁就想撮合佢哋兩個，所以佢阿媽咧就開咗一個飯局，一個相睇嘅飯局去介紹佢哋兩個識。哇！呢個年代就有相睇，真係，我真係唔知講啲咩添。咁後尾咧，因為 B 先生嘅攻勢非常猛烈，咁 A 小姐就接受咗佢，咁佢哋就開始咗啦。即係 A 小姐抵擋唔到 B 先生強烈嘅攻勢，終於攻陷咗呢個堡壘啦。冇錯啦，咁 B 先生嘅外貌咧就唔係啲我哋一般講靚仔嘅樣啦，而且佢英文咧就好一般啦，即係麻麻地嘅。冇錯。通常都係同翻啲華人圈子一齊交朋友啊、社交咁嘅。係，咁呢度強調翻咧 A 小姐咧就係有紐西蘭嘅居留權嘅，咁 B 先生係冇嘅。咁喺埋咗3個月之後咧，B 先生咧就要求 A 小姐可唔可以幫佢申請居留權，以 partnership 嘅呢種名義。紐西蘭可以 partnership 就可以留低噶啦，因為據我所知喺美國咧一定要結咗婚先可以噶喎。咁紐西蘭就好少少喎，因為你係可以以 partnership 就可以申請同居2年就可以噶啦。咁 B 先生真係動作迅速喎。咁同時啊 B 先生咧就因為係讀嗰啲建築嘅 diploma 嘅，咁佢咧就唔係好想讀書，就想要求 A 小姐以佢嘅名義幫佢開一間公司仔去做生意。咁以 A 小姐嘅名義，咁 A 小姐有冇打本落去呢間公司㗎？ A 小姐冇打本，但係因為 A 小姐有居留權先可以開公司，所以就要用 A 小姐，即係公司嘅名係 A 小姐咯。哇，真係 A 小姐真係好使好用喎。係啊，咁 A 小姐答應咗 B 先生開公司嘅，跟住同時呢 B 先生又要求 A 小姐幫 B 先生嘅朋友都開一間公司。咁啊真係唔知講咩添，我真係呢度。係啊，你知啦，啱啱講過 A 小姐比較單純，咁 A 小姐呢就都答應咗啦。之後呢 B 先生呢就用佢嘅聰明才智，就將呢間公司呢做得越嚟越好，咁賺嘅錢呢越嚟越多，因為啱好食正，即係而家建築呢條水路呢，公司規模就越嚟越大。咁睇嚟紐西蘭嘅房地產市場都唔錯喎。係啊，幾好噶。咁一直都相安無事嘅，咁佢哋兩個感情都幾好。B 先生又成日都買啲奢侈品俾 A 小姐，咁 A 小姐都好滿足嘅。
咁隨住公司嘅規模越做越大呢，佢哋就 po 上網話要招會計。咁有幾個人嚟 in 過呢？咁其中一個呢就係施小姐啦。施小姐呢就生得樣靚身材正，個樣有少少我哋俗稱講嘅網紅咁嘅 feel 嘅。哦，網紅咯。係網紅碌啊。咁但係施小姐嘅背景就唔係好符合做會計嘅料，所以 A 小姐同 B 先生就拒絕咗啦。哦，面試嗰陣時 A 小姐都係在場嘅。係因為佢都要有啲英文嘅支持，因為 B 先生英文好差啊嘛。咁拒絕咗佢之後呢， B 先生呢就靜雞雞私底下問 C 小姐要唔要嚟佢個賭檔度做發牌小姐。咩話？賭檔？佢唔係開建築公司嘅咩？點會有賭檔啊？你知啦，啲男人啦，有錢就會身痕噶嘛，咁想小賭怡情啊嘛，喺公司整咗一個細細地嘅賭檔，整咗個細細地嘅賭檔，仲要有個派牌小姐，咁專業。基本上就係一班男人，然後大家圍圍圍喺度賭，然後有個身材搞好嘅女仔喺度幫佢哋發牌咯。哇，咁真係好識享受啊！呢班男人。係啊，咁佢哋通常都係可能落咗班啊，或者 weekend 嘅時候喺嗰度玩下咁樣啦。據我所知，賭得都唔細噶。哇，咁喺紐西蘭俾人知道嘅話，應該要捉噶喎。不過我諗佢哋都冇點樣賭錢嘅，可能賭幾粒糖啦。據我所知，佢哋賭得都幾大噶。咁可能粒糖都幾大粒嘅。咁施小姐就拒絕咗啦，因為佢唔想做呢啲咁嘅嘢。施小姐拒絕咗 B 先生之後，就一直都冇咩特別嘅嘢發生啦。直到最近呢2個月，A 小姐就無意中發現 B 先生嘅手機裏邊有話 C 小姐嘅電話 number。哇，戲肉嚟啦！雖然 C 小姐咧喺面試會計嘅時候俾佢哋拒絕咗，但係 A 小姐咧都留咗一個心眼，記得阿 C 小姐嘅電話。哇，我諗呢個就係女人嘅直覺啦。之後一直都相安無事啊，直至到最近2個月嘅時候，C 小姐嘅電話就喺 B 先生嘅手機度出現咗喎。咁係啲咩內容呢？咁啊 A 小姐咧就覺得呢個電話熟口熟面，但係問題呢個電話號碼個名就唔係叫 C 小姐，係一個無厘啦更嘅名，即係譬如麥 X 爐啊，肯 X 機啊。咁 A 小姐咧就打過去想睇下嗰個究竟係唔係 C 小姐喎，一打過去，哦，原來真係 C 小姐。哎呀，咁 C 小姐仲有啲咩好講呢？我唔知係咪因為 B 先生有同 C 小姐喺手機上面有啲好曖昧嘅 testing 啦，所以就引起 A 小姐嘅懷疑，所以 A 小姐當晚就去質問阿 B 先生究竟發生咩事。咁 B 先生嘅反應係點呢？阿 B 先生呢就全盤托出啦，即係你根本冇問過佢究竟你哋兩個咩關係，佢就將佢叫雞嘅嘢一五一十咁樣講晒出嚟。No no no，我哋要尊重性工作者，我哋要叫佢性工作者。我詳細講一講究竟 B 先生同 C 小姐係咩關係啦。阿 B 先生就話呢，佢花咗5000蚊紐紙去俾阿 C 小姐，要佢陪咗佢1晚。咩話？5000蚊紐紙？5000蚊紐紙相當於美金3333蚊，港紙26000蚊，新台幣93000蚊，人民幣26000蚊，馬來西亞幣17000蚊。呢個簡直唔係叫佢陪佢1晚啊，簡直係助養工程啊！咁 B 先生話呢，佢開頭以為係只係500蚊嘅啫，點知咧到做完收錢嘅時候，先發覺吓，係5000蚊啊！唔好意思啊，大佬，你搞錯咗，係5000蚊啊！哇，有冇搞錯啊？咁簡直係勒索喎！B 先生可以報警噶喎。阿 B 先生仲話，唉，俾佢陰咗添。但問題呢個唔係重點啊嘛。咁啊，錢都幾緊要噶。咁啊 A 小姐知道之後咧就非常傷心，但係當佢聽到5000蚊嘅時候，即係5000蚊同500蚊呢個故事之後，佢就話吓，你俾人呃咗啊嘛？哦，我明啦，可能係 B 先生專登將啲錢講到咁高，而分散 A 小姐嘅注意力。但係你會唔會相信 B 先生講嘅嘢呢？作為一個男人，我覺得唔會相信咯，因為5000蚊紐紙係非常非常昂貴嘅一個價錢。重點係你已經識咗呢個 C 小姐超過半年，然後又重新同佢聯繫，然後再發生呢啲關係，你會唔會相信佢只係大半年後先再同佢有聯繫呢？我覺得唔會咯，我覺得可能佢哋一直已經係
發好多曖昧嘅短信啊，或者甚至佢哋已經出過去食飯啊、睇下海景啊、散下步啊，同埋5000蚊樓紙喎，可以叫10次服務啦。所以我就覺得呢 B 先生同 C 小姐呢應該唔係第一次，但係冇計啊，冇任何證據，你都唔講得佢啲咩㗎。同埋最緊要係睇下 A 小姐點諗嘅啫。A 小姐梗係非常之傷心啦，佢有諗過分手，佢有諗過分咗間屋，佢哋有一個共同財產就係佢哋一齊買咗一間屋。哦，咁啊更加難分啦。因為有好多嘅基本，所以 A 小姐呢唔係話同 B 先生話分就分嘅。其實睇下係 A 小姐要分手嘅決心有幾強烈㗎喎。A 小姐嘅初戀，佢梗係唔想分手啦，未到最後一步。A 小姐知道好傷心之後，B 先生有冇做啲咩嚟氹翻 A 小姐呢？ B 先生非常之獻殷勤，比平時都要獻殷勤，又切菠蘿啊，又服侍到佢揼揼掂掂啊，咁樣咯。話 B 先生真係當 A 小姐好似慈禧太后咁服侍喎。係啊，差唔多。所以呢，我覺得呢，隔咗幾日呢 A 小姐其實都已經原諒咗 B 先生大半嘅啦。咁仲有一半未原諒係咩原因呢？嗰一半呢，只能夠話係好似一道裂痕咁樣喺你嘅心裏邊，內心深處，即係因為你知發生過啲嘢，始終都唔可以當白紙黑字咁抹咗去。冇發生過嘅，係啦。係啊，所以就都係有少少裂縫咁樣咯，呢段關係。咁樣同我哋底線嘅主題又有咩聯繫呢？呢個故事其實可以對應翻之前我哋阿花同阿太仔嘅故事。阿花同阿太仔嘅故事，如果大家想聽嘅話，可以去翻我哋第一集嚟收聽噶。咁阿花呢就好快就知道條底線喺邊度，就同阿太仔斬一纜啦。但係 A 小姐呢，就可能因為佢哋已經拍咗拖成4-5年啦，唔係話斬就斬，所以就算阿 B 先生做到同人哋上床，阿 A 小姐都唔會話想即刻分咯。即係只能夠話 A 小姐嘅底線係非常低嘅，好似美國嗰啲大峽谷咁低嘅。可以話 A 小姐嘅底線係動態迎合阿 B 先生嘅。咁真係講一句非常非常老嘅說話啦，叫做周瑜打黃蓋，一個願打就一個願挨。所以佢身邊嘅朋友呢，見到呢都直搖頭，哇，搖到個頭甩啦，可能我覺得。冇計啦，呢個係佢選擇，咁好嘅同唔好嘅都只有自己知道啦。所以我哋作為外人嘅，只可以聽下古仔，攞佢哋嘅經驗嚟放喺我哋身上，以便我哋可以做一個更好嘅人。同埋呢，喺戀愛中嘅女士或者男士呢，佢永遠唔知自己嘅底線呢可以低到咁樣，哪怕你另外一半同人哋發生咗性關係，你都可以依然同佢繼續喺埋一齊。咁你嘅底線又可以去到幾低呢？可以喺下邊嘅留言區話俾我哋知噶。係啊，大家有興趣嘅話，可以收聽翻第一集，聽下第一集關於底線嘅故事，同呢個故事作下比較。如果呢兩件事發生喺你身上，你覺得你會點做呢？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啊！如果你哋中意我哋嘅 podcast，可以 subscribe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故事，又覺得聽得唔夠喉嘅話呢，可以重複又重複咁一連5晚係咁聽我哋嘅故事噶。冇錯冇錯，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！我係 Chilton，我係 Jayman，多謝大家收聽，早安、晚安、午安，祝你一生平安。